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9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9篇，出埃及记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29章29节到3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上帝所赐给世人拯救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从亚伯拉罕预备献儿子以撒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他在山上预备了一只羊羔，这个羔羊作为他献祭时候的祭物。这个代罪羔羊的概念就在圣经的传统里面被建立了，也成了基督救恩的一个记号，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为止。在出埃及最后的一个灾难杀长子之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同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或许我们在经历了3年多的武汉肺炎的疫情之后，更能够体会明白当时这样的情景，或是圣经在描写的事情。埃及人拒绝了摩西的上帝，他们心里刚硬，因此就需要去面对死亡的攻击。就如同这个疫情正严重的时候，初期疫苗刚刚生产之后，有些人接受了，但有一群人因为宗教内的错误讯息而拒绝接受疫苗。更惨的是，他们还继续参与那个大型的聚会，而造成了许多人的染疫甚至死亡的事件。然而，就如同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了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命令，他们杀了羔羊，将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作为记号，而躲过了这个疫情，这个灾难。因为在黑暗之灾的时候，法老王心里又刚硬了，甚至他对摩西说，王对摩西说，你滚，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我哪天再看到你，你就没命。摩西就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你的确不会再看到我了。也因此，这个上帝跟偶像的对战就进入到出埃及记11章第1节到第10节的记载。上帝对摩西的预告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灾难呢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埃及人。那最大的差别是在他们所选择的保守不同。以色列人他们选择相信上帝，埃及人则选择了偶像。所以圣经这样记载，后来上主对摩西说，我要对埃及王和他的人民降最后一个灾难，这以后他一定放你们走。事实上，他会把你们都赶出去这个地方。现在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要他们去向邻居索取金银首饰。上主使埃及人尊敬以色列人，埃及的官员和人民都遵从摩西的为人。于是摩西对埃及王说，上主这样说，今晚约在半夜，我要巡行埃及。埃及的每一个长子，从继承王位的太子，直到磨坊里在做奴工的婢女所生的儿子，都要死亡。投胎的牲畜
也都要死亡。埃及全国将有嚎啕大哭的声音，这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家里，连狗也不会像人或牲畜吠叫。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上主，我使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有所分别。最后摩西说，你的臣仆要到我的面前，跪在地上求我带走我的同胞，到那个时候我才离开这里。于是摩西气愤愤地从埃及王面前退去。上主曾对摩西讲过，埃及王要继续拒绝听你的话，这样我就能在埃及行更多的神迹。摩西和亚伦在王的面前行了这许多的神迹，但是上主使王的心刚硬，不准以色列人民离境。这个灾难是没有人愿意面对的，但是心里刚硬的人则会拒绝救恩，甚至以自己的标准、自以为的保守来作为自己的后盾。我们说偶像了哈，那事实上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得到保守。马太福音第23章29节到36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基督批判经学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个情境。耶稣基督说，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替先知筑墓，为圣贤修墓，而且说，如果我们生活在祖先的时代，我们绝不至于像他们那样杀害先知。可见你们已经承认自己就是那些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你们竟敢做下去，完成你们祖宗的暴行吧。毒蛇和毒蛇的子孙啊，你们要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们听吧，我要派遣先知、哲人和教师到你们这里来，有的是要被你们杀害，有的是要被你们钉十字架，有的是要你们的会堂里受鞭打，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一切的杀戮无辜的惩罚要落在你们的身上。这就是从无辜的亚伯直到你们的圣殿祭坛之间所杀的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债为止。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惩罚都要给这一时代的人。以色列人的祖先总是流无辜人的血，义人的血，他们杀害了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先知们。32节我们刚读到的，他说，你们尽管做下去吧，去完成你们祖宗的暴行。这是因为他们继续在做这样的事，同时这也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要被以色列人杀害，所以圣经说，你们尽管做下去。耶稣基督并且要在圣殿受到这样的一个苦难，将来的羔羊的血必流下，要成为相信的人的救赎，要成为控告这些流人血假冒为善者的证据。诗篇149篇要赞美上主，
要向上主歌唱，要在他忠贞子民的聚会中颂赞他。以色列啊，要因为你们的创造主欢喜；西安的儿女啊，要因为你们的君王快乐。要舞蹈颂赞他的名，要打鼓弹琴来颂赞他。上主喜爱他的子民，他以胜利授予谦卑的人。愿他的子民因凯旋欢乐，愿他们通宵高唱凯歌，愿他们高声欢呼颂赞上帝。他们手执双刃的利剑，为要向万国报仇泄耻，向他们的人民施惩罚，把他们的君王捆绑起来，把他们的首领用铁链锁住，照上帝的命令惩罚各国。这就是上帝子民的胜利，要赞美上主。谢谢上帝给我们救恩，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的宝血。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叫我们学习如同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这种心理刚硬，不愿意悔改领受救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